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耶穌又對眾人說：我是世上的光，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裏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呢節聖經係約翰福音8章12節。耶穌自己親自話佢係世上嘅光。如果有人跟隨主耶穌，就必定唔喺黑暗之中行走，佢要得着生命之光。我哋不能否認，我哋嘅生命充滿咗黑暗。正如聖經講，我哋係坐在黑暗中死蔭裏邊嘅人，我哋又住喺一個黑暗嘅世界，我哋又生活喺一個黑暗嘅社會裏邊。呢啲黑暗係因為人嘅罪。嗰處有黑暗，嗰處就充滿罪；嗰處有罪，嗰處就冇光，嗰處就係黑暗。光嚟，黑暗就除去。耶穌話：我係世界上嘅光。呢個世界黑暗需要真光，耶穌就係呢個世界嘅光。所以今日耶穌降生喺世界，係俾個世界一啲光，等人哋可以認識呢一位救主，使人哋可以脫離黑暗。但係可惜就係話，光嚟到世間，世人因為自己嘅行為係惡嘅，唔愛光，倒愛黑暗。聖經話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。呢點係最可惜、最可怕嘅事。人在黑暗之中，有光嚟啦，應該歡喜接受光，咁就係。但呢世界嘅樣子，亦係你同我嘅本性係點樣呢？我哋唔要光，光嚟我哋反轉拒絕。譬如話一個病人病得好重，有個大醫生嚟俾藥佢食，佢反轉唔愛，反轉拒絕。咁你話呢個人命運係幾悲慘，結局一定係死亡。今日耶穌基督嚟到世界，係世上嘅真光。呢個光係照亮人嘅心，開人嘅心眼，俾人認識到自己嘅黑暗危險，等人哋可以走上生命嘅道路，光明嘅路。可惜今日人唔愛，反轉揀選黑暗。人生活慣咗黑暗，人習慣光，我哋就係咁。我哋生活喺罪惡裏邊，我哋唔習慣呢天上嘅生活，我哋唔習慣。呢位救主嚟到，救人哋脫離黑暗，救人哋出死入生，救人哋離開罪惡。我哋唔中意，我哋嘅心硬係唔想。我哋被定罪就是在此。但如果有人跟隨主耶穌，跟隨呢個世界嘅光，耶穌話就唔在黑暗裏邊走啦。如果有人跟隨佢嘅，必定離開黑暗。如果今日有人跟隨呢位主耶穌，你必定離開罪惡。一個跟隨主耶穌嘅人，勢必要離開罪惡。如果你唔離開罪惡，你冇辦法跟隨主耶穌。信耶穌嘅人係啊，如果你話要信耶穌，你又唔肯離開罪惡，你冇辦法信得到嘅，簡直唔可能。想幫你都幫唔到。一個服毒嘅人，人哋要救佢，同佢洗胃，要作樣嘅嘢，佢唔肯咧，將佢嘅呢所飲嘅毒藥呢掉開，繼續飲，有乜辦法得生？有乜辦法幫得到呢？所以一個嚟到跟隨主耶穌嘅人，必須離開黑暗。一個要信耶穌嘅人，必須要離開罪惡。嗰一啲話信耶穌而唔肯離開罪惡嘅人，呢啲係假嘅。咁嘅人就永遠唔會得到呢真正嘅生命。佢生命永遠唔會改變嘅。所以今日我哋睇見有唔少稱為呢基督徒，甚至喺教會裏邊嘅人，我哋點解覺得佢哋生命冇改變，仍然一樣咁論盡呢？係因為佢冇肯離開罪惡，冇一個徹底嘅悔改，咁樣佢嘅信都係信唔到嘅。
一個真正信得到主耶穌嘅人呢，必須有一個徹底認識罪，願意有心離棄罪，咁啊悔改嚟到接納耶穌做救主，咁啊接納得到啦。信耶穌都有方法噶噃，唔係就咁話信就得噶咯噃。信耶穌第一必須謙卑先，驕傲嘅人唔信得耶穌，謙卑嘅人然後先至肯承認自己係一個罪人，謙卑嘅人然後先至會呼求人救佢，咁然後呢就認識到罪惡嘅痛苦危險，認識到自己冇辦法，然後呢就喺主耶穌嘅面前有徹底嘅悔改，離開罪惡，有咁嘅心。雖然你未必一定甩得，但係呢你只得喺度有嗰個心，願意脫離呢啲先。主耶穌能夠幫助你，因為主耶穌能夠幫助你救你脫離一切罪惡嘅鎖鏈。佢復活嘅大能已經勝過咗死亡，勝過咗罪惡。佢能夠斷開罪人罪惡嘅鎖鏈，一切嘅纏繞，佢能夠釋放我哋，使我哋得自由。所以唔使怕，只要你有一個心願意呢脫離罪，佢必定幫助你。然後第四呢，真心接納耶穌做你嘅救主，承認佢係神嘅仔。第一，第二，承認佢道成肉身嚟到世界做人。第三，相信佢喺十字架上為你釘死。第四，相信佢第三日從死中復生做你嘅救主。咁你真心相信佢，咁呢，咁就信得到啦。信得到呢，就有咗耶穌嘅生命。咁樣呢，耶穌就進入你嘅心中。耶穌進入你嘅心中，即係光進入你嘅心，心裏面嘅黑暗就除去咯。耶穌進入你嘅心中，心中嘅污穢罪惡就完全除去咯。耶穌嘅寶血也洗淨我哋一切嘅罪。咁呢，喺我哋裏邊充滿咗光明，因為主耶穌喺處。我哋唔中意犯罪咯，雖然我哋會犯罪，我哋偶然會被罪惡過犯所勝，但係呢，唔係好似以前咁中意犯罪，越犯越快樂，越犯越光榮。而家唔係犯咗罪嘅心覺得難過，唔中意，願意離開。呢個就係代表有生命。呢個係證明呢個世界嘅真光主耶穌已經在你嘅心中照明你嘅黑暗，將你嘅心眼重新明亮起嚟，使你能夠呢辨別是非黑白。一啲跟隨主嘅人就唔喺黑暗裏邊走，而且要得着生命之光。我哋喺教會嘅歷史當中睇唔少，幾多人以往好老道，生命好敗壞，但係當佢信到主耶穌之後，佢接受呢個世界嘅真光，佢就完全離開咗黑暗，而且行走生命光明嘅道路。幾多今日大有能力嘅傳道人，俾主所使用，使多人得幫助。以前都係好壞好壞在黑暗之中嘅，但係當佢咁嚟到跟隨接納世界嘅真光主耶穌之後，喺佢嘅生命就有一個極大極大嘅改變。你會睇見佢係行走在生命嘅光，你會發現佢嘅生命好有價值，好光明，好燦爛。你會發現佢生命好影響人，好幫助人，好多人因佢得安慰。你會發現喺佢生命當中有能力，能夠幫助其他嘅人。生命有意義，生活有意義，生命有光。你話幾有意義？所以朋友，如果今日你係睇到你在黑暗中，你實在係個危險嘅人，你必須趕快親就呢位真光神嘅仔耶穌。佢已經張開佢嘅手，佢喺處呢等候你嚟親近佢，唔使怕你幾多個罪，你帶埋你嘅罪，帶埋你嘅不義，帶埋你嘅污穢，帶埋你嘅黑暗嚟到佢嘅面前，佢將要為你完全除去，因為佢在十字架上已經為你流血贖你嘅罪。佢要光，好似正午嘅光照入你嘅心，使你完全脫離黑暗，
甚至好多做嗰啲黑暗嘅事情嘅，甚至到被鬼附嘅，或者呢嗰啲咧招鬼嘅人，得你一樣都可以嚟到耶穌說，耶穌已經勝過咗魔鬼，佢能夠釋放你。甚至有啲做一啲呢鬼嘅生意嘅，屬於呢啲咧魔鬼罪惡嘅嘢嘅，你都唔怕，你嚟親近主耶穌，耶穌能夠斥逐污鬼離開，好似昔日佢所做。耶穌係光，當你親就真光嘅時候，一切屬於黑暗嘅嘢都要逃避，你要得着生命之光。你會發現，當你接受主耶穌之後，你嘅生命係何等光明燦爛，你嘅人生係何等有意義，喺你裏邊充滿咗喜樂同埋平安。唔單止你自己個人得福，好多人都會因你而得福。所以朋友，你要脫離黑暗咩？你現在親就主耶穌。你要你嘅生命有光咩？你能夠接納呢位世界嘅真光主耶穌。你要生命有意義咩？你接納呢一位主耶穌做你嘅救主，佢必定賜大恩大福俾過你。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就不在世暗裏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